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1《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洪台卡路的路径呢，这气象局也伫咧暗时8点半的时阵发布海上洪台警报，并挂屏东东港的东良里呢，这水是淹到东良港庙埕。基隆的上风火药库进前发生爆炸，以外国防部也甲瓦徛架仓库该恐怖危险性的轻兵器弹药。缅甸军政府搁再宣布紧急状态延长6个月，8月大选罢免受影响。虽然有特赦翁山书记部分罪行，不过目前还是该软禁的。讲到卡路洪台上界新的路径，搁再较接近台湾咯。这气象局也伫咧暗时8点半左右要来发布海上洪台警报。卡路转向北平了后，伊的暴风圈才有可能会挖到咱台湾的东北部。气象局也无排除上紧伫明仔载暗头仔就要发布陆上的洪台警报。大台北透早雨就规趟倒，车行入国道能见度无好，因为风台外围云系渐渐挖近，规工南面好天南面落雨。卡努风台目前持续发展，以每点钟1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行，因为有季风环流，还有高压影响，路线变化多，上新的路线更较挖近台湾。气象局伫拜二暗时就会对卡努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有可能拜三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如果说台风的预报路径再偏西一点，那台风的暴风半径如果有扩大的现象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接触到我们的陆地的。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可能不确定性比较大，那确切的时间点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拜三开始，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北海岸甲北部地区逐渐顺雨。拜四甲拜五，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相方面的东南部有可能有火烧风。第6号风台卡努长期发展，今年第5号风台露苏瑞虽然伫7月28登陆中国，已经减弱热带性低气压，不过水汽也是为沿海甲内陆带来强降雨。北京国开始拄到今年以来上大暴雨。外国媒体讲，中国水利部对北京甲天津发布暴雨甲做大水的警报，强降雨造成一个所在严重积水，民众无法度出入，消防人员用船甲民众一个一个接出灾区。当地民众翕影片看出来，暴雨造成真侪路段桥崩去，也有车辆浸水，甚至去冲走去。中国官方统计，到拜二早起，北京暴雨已经造成11个人死亡，也有20多人失踪。杜苏芮带来真侪所在灾情，所来卡努风台要过来。东部沿海即天当地做防范，嘛检查海上船只的防范工作，要求应事人员全部撤离滨海地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东良里呢，早起4点多就伫咧淹水，连东良港的这个庙埕也河水淹去，上深的所在有够卡堵。当地居民也讲，已经10多年拢唔怕淹水咯。居民也伫咧怀疑讲，敢是水闸门无关呢？不过这抽水站的警官有出面赔回啊。东港东良港头前的广场原本是停车场的地面，全拢是水。遐袂过呢？民众发现水愈淹愈悬，出门查看，水高人行外也一直问出水来。哦，迄海水，拢为迄人孔盖冒出来了。初一透早无风无雨，也毋过拄着巴路，东港东中里海水倒灌，水要淹上悬达到骹肚。在地民众表示，北防灾了后已经有10多年无出现淹水的情况，怀疑水东门无关。啊呢，最好，还要淹了，淹了到这里到家了。再干脆按干净了，贴大一样。啊，无真正讲。较早迄嘛，我毋捌讲起人个整好落雨，歹知道迄个。落雨啦，若落雨，淹内底就去啊。人啊，疏忽的，伊个水门无共开，啊水门无开，人开，啊即摆水入来，袂去关，啊水无抽出去，大旱啊，无大旱呢。无落雨，煞出现淹水情况，居民将目标指向水东门，抽水站警官澄清。迄个伊个大溪哦，伊个伤过悬开哦，会满伊个电管迄个进去哩，迄个伤悬就安尼啊，阮拢有关啦。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多数的徛架拢已经贴悬，有缘有部分的民众水淹入去厝内，只好等活9点，水渐渐退去，赶紧清理。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上丰营区顶个月发生爆炸事件，造成9个人轻重伤，其中7个轻伤今仔日已经出院了。国防部伫今仔日也表示，这弹药库会建伫遮是因为烧电的需求是有经过安排的。也若为着这附近居民设想，已经甲瓦人家厝的库房改放无危险性的军品。基隆市长谢国良也感谢国防部的体谅。
陆军团家人弹药分库，双方野区顶个月2时发生逼迫爆炸，造成2重伤、7轻伤，引起外界烦恼，徛家安全议论，地方民代呼吁军方赶紧搬走弹药库。对国家比较安全的话，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话，是还好。希望呢移走啊，移走最好了嘛，因为周围都是住宅人嘛。应该就是一个做法，让这里的民众安心一点吧。可是这些东西不是就是我们国家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所必须要的用品啊。对双方野区弹药库遗址议题，当地居民看法不同。根据了解，2名当上士兵目前性命现象稳定，未来康脆，有望爱做清创甲适配手术断结。那其他7名轻伤官兵，在伊办理出院后，续透过门诊追踪身心状况。另外，意外发生迄当时有2位士官长运用个人备的指挥大甲部队急救箱的指挥大替伤兵急救。陆军互因正面的训练，未来国军弹药库的选址会依照作战需求，经过精心全面检讨来设定。为了降低周边百姓的影响我们将邻近民宅的库房改囤轻兵器、弹药等不具危险性的军品后续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持续与市政府跟居民沟通。因为这个弹药库过去以来，民间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声音，那我们不希望影响到国防整体的运作。不过，如果有一些更适当的安排的话，我想我们市府绝对是乐观其成。既然市长谢国良对国防部的决定乐观其成，不过也呼吁国防部在选址的时，尽量选择管理民家厝的空旷所在，才会当在国防安全甲民意考量之下，处置完美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某一间补习班正逼出负责人是学生囡仔食3级管制药品利他令的这个社会案件，经过检方的调查呢，这负责人已经认罪了。不过考虑到伊是好意为着要增加囡仔的学习效果，造成的危害不是重大等理由，今仔日呢是该原起诉处分，不过伊也爱纳20万给国库。教室内底有学生囡仔照常伫营业，颠倒是外口的公告区，所有的广告拢摕落来，对外因无加讲。因为宜兰某一个补习班姓金的负责人，互人指控随便饲同学服用3级的管制药品利他令，进前叫人调查，检方测伊侦查终结，以原起诉处分。这次提供药物给学童使用，主要是要增进学童的学习效能，所以主观上并没有恶意。本件给予缓起诉处分，以利自新。无医生的资格，何塞学生囡仔食利他令，已经涉犯医事法，乱用管制药嘛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不过检方考虑到负责人较早是因为家己的囡仔学业有问题，服用利他令了后有明显的改善。这届是因为好意，互学生囡仔食药希望会当提升，互伊学习更较专心，并无恶意，造成的危害并不是真重大。伊对规件代志嘛拢坦白承认，为药品的外观来看，甲定定看的毒品无共，所以也无法度判断是管制药互伊原起诉。如果是真的，就要真的是要严办；如果不是真的有什么隐情啊，什么是有误会人家，还人家一个公道啊。打电话予补习班，因无愿意做回应，不过予学生囡仔乱食药宜兰县教育处伫代志发生了后，就下令补习班爱停招。伫6月底召开会议，认定姓金的负责人违反儿少法，有无责任的情形。县政府这边就等教育部他复审完成了，是否提报这一个不适任人员，他会函知给我们，然后县政府呢这边在做这一个后续的行政处分。进前已经提报予教育部，只要复审阁通过，负责人就会予人登录伫个全国无责任的人员系统，所开的补习班原来会予人撤销立案许可。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增加215例天狗日的本土病例，即重症患者要加2个。到7月31为止呢，即国内已经有845例天狗日的本土病例了。疾管署也要提醒讲，即防台过后是天狗日风险会来增加，即礼拜可能会超过1000例。国军法
下兵全新武装开始喷油啊！今日杜苏芮风台过境了后，台南天高热日区严重积水，鼻尾网啊生炭。不管是民众厝内还是室内每一个所在，拢详细消毒。因为国内天高热的疫情升温，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新增加215例本土病例，当前的患者嘛，佫增加2例。到7月31日为止，国内已经累计845例天高热的本土病例，60岁以上的个案占43%。我们今天公布了新增2名的登革热并发重症的个案，那一位是住在台南的60几岁男性，那另外是在云林县70几岁的女性。那这2例本身都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那这2例他们的发病时间大概都是在7月中旬到下旬。疾管署表示，目前天高热本土疫情前3名是以台南市691例上济，过来是云林县115例，高雄市32例。其中伫云林的部分，未少确诊个案是农民。县政府是讲，若做发现确诊个案，农园爱接受化学防治，也是封园1个月，所以提出每公顷补助6万块。那只要我们进行化学防治的部分呢，为了食安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进行田区的补助。这个部分我们是直接向中央来申请的，预估是1公顷6万块。那我们希望说，为了全民的食安，那这1个月呢进行封园。疾管署嘛提醒，风台过了后1礼拜天高热的风险升悬，尤其埃及灰蠓啊，大部分会伫嘉义以南，所以这个区域风险较悬。不过全台湾拢有白线灰蠓啊，嘛袂使无注意。预定这礼拜天高热的病例恐惊1000多例。另外，国内新冠疫情缓和，疾管署宣布8月15开始，新冠体检阳性轻症无症头民众自主健康管理天数由10天调整为5天，嘛取消即时性放假。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推出新青年安心生计房屋贷款，今开始申请啊，利率上加只有1.775%，这贷款金额上济会当贷到1000万，宽限时间上长5年，也若贷款的时间上长会当9到40年。不过有中人伫咧提醒讲，就要评估讲这敢若付利息的这个宽限期结束了后，敢有法度负担这利息甲本金呢？关厝嘅高利率时代，未少人要买厝，感觉真辛苦。即马财政部推出新青年安心生计房贷专项，伫2023年8月7日上路，提悬贷款额度，增加利息补贴，延长贷款年限甲宽限期4个方向，减轻买厝的人的负担。自己要缴这么多年的房贷，其实压力还是会有的。问题根源应该还是房价太高，而不是就是用有点像这样子的方式去先鼓励大家买房，但之后才发现后续的问题。即摆新青年安心生计房贷专案只要满18岁，而且少一人配偶、无成年的囡仔，下骹无自有主体，经过承办银行查证是自用主体来使用，就应受理。利率由目前的2.025%各减1%，1.775%，应贷款的额度为88万提悬到1000万，宽限期延长到5年，贷款期限上悬延到40年。另外，内政部每年推出的主体补贴政策，开放自雇主体甲修缮主体利息补贴也开始啊，民众应甲新青年安心生计房贷斗阵配合。利率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比青安贷稍微高一些，因为毕竟青安贷的话，它是政府补助1码，然后再要求各个承办的公股银行再补助半码。贷款人他在前期的时候，他会觉得每月要缴付的贷款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但是一旦宽限期结束之后呢，复利滚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利息呢，会大幅的拉高，以至于呢，你宽限期一结束，你就要面临一个比较高额的这个贷款负担。房仲有讲，因为新版青年安心生计房贷所提供的利率低，可能性比较符合的资格，而且有资金需求民众来申办。不过也提醒，这方案无适用转贷户，已经使用青安房贷固贷户也无适用。提醒买厝的人签约之前爱补清楚是毋是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真侪店拢是开迄款60块就会当夹红啊、夹物件，甚至是夹死手的店。也若这新北市安省对9月7日开始呢，即款店若准开伫咧主体区，对暗时10点到过灯工8点是袂当做生理的。就业者伫咧调讲，这暗时半暝生理是刚好，若无做生理咧，因上无损失3-4成。也讲这政策公开后1个月就要开始，也无配套措施，因无都接受。新北市经发局表示讲，会办2场说明会，和业者沟通。
业红仔期待啥物拢有，就连洗衫球也用业。毋过后摆暗时想要业红仔，可能爱先确认这间店是毋是有开，因为新北市按算为9月7日开始，驻地区的业红仔店为暗时10点到隔天8点免营业，按若无会罚6000块以上3万块以下。9月7日到12月31是辅导期，未马上罚钱。这个我支持，人比较复杂，会发生事情的也会比较多。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空间，而不应该是完全的阻断这个产业的运作。也就是讲，对业红仔企业者的宵禁，有人认同，烦恼点头扰民，毋过也拢感觉关伤过济。有业者佫批评，店面黄金热门时段未当营业，业绩至少损失3-4成。虽然市府表示应提报申请资料，经过经法局许可了后，就应开店。不过目前无看到细项说明，或者是配套措施。我们夜市的怎么办？夜市他又说可以，那一般的不可以。那我问你，税金你要不要减半？没有嘛？你税金是全台湾收最贵的呢。房租房东会不会减半？也不会嘛。那你是不是要补助的配套？我们也已经准备在8月4号跟8月18号办理2场次的说明会，来协助业者了解怎么样填报。那我们也会提供填报的重点还有范本，让业者可以方便的去做填写。新北市列管当中的自助选务贩卖机台差不多有1700多间。新北市经法局要伫8月7日甲8月18办2摆说明会，向业者沟通说明。有业红仔企业者负调无排除要伫说明会现场向市府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缅甸的军政府拜一是宣布讲，国家紧急状态要搁再延长6个月，这也影响到本地8月要举行的国会大选，而且搁再宣布要赦免翁山书记部分的罪名，本地伊是爱关33年，即马会当减6年，但是这个政策宣布了后，有关是该软禁起来。缅甸军政府拜日开国防安全会议，决定原本伫7月底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搁延长6个月到明年2月7日。这代表官方进前答应伫8月份举行国会大选会跳票。军政府理由是国内反恐暴力继续摊开，对办选举不利，这已经是第4摆延长紧急状态。缅甸国营媒体也是报道，军政府下面翁山书记被控的19项罪名当中的5项，刑期为33年减到17年。78岁翁山书记顶礼拜虽然为外交刷出来，不过依然被软禁。另外，前总统阮明也得到赦免部分罪名，不过这看起来让背罪犯，反对民众统计未接受。军方正面2年半强势镇压和平示威，必须反恐势力转做地下武装抗争。不过军方也用空袭、轰炸、放火、烧村头，这全部手段回击。英国媒体亲照反恐军定也观察，发现缅甸东南部克伦尼邦这城镇学校病院这设施拢被摧毁，连教堂也用要烧了了。And then they just do what they like. So this is what we are suffering from. We don't have freedom. We don't have opportunity, and now our place are destroyed, our villages are burned down, our churches even here, for example, is burned down. And who do that? Only the military. 抗敌缅甸各处侵占拿来的反恐军联合争取驻地少数民族武装团体，说是愈战愈勇。因讲，因甲乌克兰同款，用地为下一代未来奋战。不过国际之间对缅甸实际帮助煞真少。They always say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ey deeply concerned. They strongly, deeply concerned. They use a lot of grammar words, but no action. So, yeah, we realize that we have to do it ourselves. We have to fight it ourselves. 在战乱当中受伤的反恐民兵，伫暗暝被送去这简单的病院接受治疗。这妈妈抱头受伤的后生讲，伊无后悔和后生参加战斗，以后生为荣。讲到这，无囝2人拢哭啊。统计显示，政变以来超过3750个遗弃人数和军警杀害，将近24000人被抓。考试是军政府伫首都内比都起25公尺悬大礼招互相希望争取民众支持。不过无论起到偌水，也无法度践踏太平。公司新闻站回应评价。
有一名18岁保加利亚女性，伊去互进前的男朋友暴力对待，规身躯互男朋友挂400多刀，连片仔也互讲断去。不过法院却认为讲这只是轻伤尔，温存一个查甫人交保，却引起民众愤怒。拜一着就千名民众上街头抗议，唔通互女性变做暴力的受害者。真侪人拜一伫保加利亚首都亚索菲亚法院外口也唔通互一个女性受害标语，相关互前查甫朋友残忍施暴，专身挂400多刀的18岁女性。Все още не мога да го преживея. Това 400 шева се сложат на това момиче, просто наистина за този човек не смърт ми не знам. 这住伫保加利亚中部斯塔拉萨格拉的18岁女性，1个月前互26岁前查甫朋友尼可拉耶夫用刀残忍施暴，全身是骹手、胸坎有400多个空碎，皮被拍断，头毛阁剃了了。不过法院却认为，这女性伤势真轻，批准尼可拉耶夫交保。经过媒体报道了后，引起真大民愤。法院挡袂牢舆论批评的压力，才决定重新羁押。这案件互5000多人行起街路，真侪都市串联，也象征这巴干半岛国家对女性受暴议题已經開始覺醒。Това, че е постоянно навсякъде, от това, че си отгледахме едно поколение, което е абсолютно мутренско, без никакво възпитание, без никакви задръжки. Това, което ме доведе тук е безсилие и гняв. Искам промяна. 今年1到3月，保加利亚已經18個女性疑似死伫所熟悉男性手頭。保加利亚统计局也指出，至少1/3的女性捌受来自爸母的身体甲情绪暴力，每5名女性当中，就有1个人捌受男性伴侣的施暴。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欧盟执委会，2012年5月伫土耳其通过欧洲第一个专门打击对女性暴力甲家庭暴力的条约，也被叫做伊斯坦堡公约。不过保加利亚甲部分欧洲国家甲即马依然不愿意加入。欧盟今年6月已经批准这公约，也互还未签字的成员国产生爱加入的压力。公司新闻警员请朋友。英国的女子大学团队有经发出更较悠久2毫米的光线，配合机器手骨，会当用在身躯顶较幼弱的部分，亲像气管、气部，甚至是头壳内面的整流手术。两个机器手顶悬嵌真强的吸管，引导又搁长的软管，存入去病人的右气管内，再搁用镭射治疗方法去除必要的组织。英国利兹大学的团队伫意大利的实验室，当地试验非侵入式手术，切除人体内搁较深的肿瘤。We were able to develop those small 2 millimeter diameter catheters that can navigate inside the human body very, very deep. 一般的手术真了工，病人搁爱用较久的时间才会当康复，也搁有感染的风险。以瓦尔达斯特里教授带头的团队，专门研究医疗用的机器人。伊讲目前当地试验的机器手适合所有的患者，比其他手术方法搁较会当精准侵入人体细胞37%。这项研究已经发表伫自然通信期刊内。除了右气管、细部、头壳内肿瘤，对于外科医师来讲，拢是高难度的手术，因为头壳内的骨构造真复杂。瓦尔达斯特里教授讲，软管若愈幼，这项手术就愈好完成。团队即马当地研究的机器手，会当伫无破坏正常神经血管构造的前提下，把肿瘤切除。The smaller the diameter, the deeper we can reach inside the body. And so there is, for example, I was mentioning bronchoscopy and reaching to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lungs. This is impossible at the moment because the devices used for this application are flexible bronchoscope that are basically 4.5 millimeter in diameter, and so they are confined to reach only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bronchial tree. 瓦尔达斯特里教授也讲，今年已经计划甲美国范德比大学合作，将机器手的概念运用伫5个自愿接受试验的人身上。利兹大学研究人员嘛当伫申请细部手术治疗的动物实验。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美国明年也要举行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提名竞争是真激烈。其中候选人之一，就是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讲要捍卫台湾。伊表示讲，若阵当选会用军事实力阻挡中国侵犯台湾。那另外一名候选人，就是前总统川，无受到官司的影响呢，伊民调意外赢过其他候选人。2024年10月，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并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拜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伊讲，若当选总统，目标要吓惊阻止中国入侵台湾，要中国评估代价，避免对台动武。方法包括展现美国军事硬实力，和使用经济手段影响中国。What actually happened over these past 25 years? China has become more authoritarian, more powerful, and more ambitious. We will reshore, we will diversify, and we will expand our economy. 因为安全甲贸易问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几年。最近美国几两摆派高阶官员和中国接触，想要修复两国的经贸关系。行鹰派路线的德桑提斯无认同拜登政府处理台海问题的做法，伊讲中国是美国伫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We've developed a dangerous dependence on Chinese supply chains, and our companies have been exposed to a hostile security apparatus. 共和党另外一个并提名的前总统川普，伫几两日前的晚宴中攻击德桑提斯。虽然共和党有几两个候选人咧发言的时阵，毋是攻击川普官司自身，就是批评伊背离民主价值。说拢有川普的支持者科西亚抗议。昨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度唔但持续领先其他候选人，嘛比德桑提斯的37个百分点较悬，一点仔都无拍起角。公视新闻杨岩编译。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31宣布，火箭军司令员王沪斌、政治委员徐世胜拢升至上将，这代表讲本地司令员李玉超入台。就风声讲，伊是假钱，甚至是泄露机密的丑闻，不过拢无人来证实这寡传言。不过，这个火箭军司令员王沪斌呢，本地是海军出身，创下部相关背景的头一例。8月7日，中国建军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西部战区，强调加强备战战争能力。习近平掌控军事大权，31号宣布，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政治委员徐世胜晋升上将。员工感谢宣布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入台。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建军进前表出高层一体腐败见交代，媒体报道真一人被带走调查，佮传出前司令员李玉超是因为留下美国的后生出卖军事情报，才上1年半被换掉。前副司令员吴国华破牌过身，过1个月才爆出来，怀疑原因不单纯，工作意味真高。火箭军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有相当大的一个威胁。那么有关于他的人事的调动等等这些动态的部分我们的情研单位都有相当深入的掌握。虽然这个风声无法度证实，不过这摆火箭军新人数外界认为无单纯。新上任的王厚斌是海军出身，政治委员徐世胜是空军出身，两人拢无日炮部队经历，创下先例。学者认为外行领导内行可能出问题。那你找一个从来没有在火箭军历练过的人来做这个位置，最大的原因就2个嘛，一个就是你信不过原本的人。再来就是你需要重新找这些人去整顿大换牌，那内部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不稳定的因素？林秀燕分析，火箭军砍下飞弹加协助武器是高度专业军种，东方飞弹搁伫8月围台军演的时阵扮演关键角色。中国最近可能用维稳军方内部为主，不过也无排除透过军演来安达内部情绪，达到威胁效果，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今日出席林一鸣医师的新册发表，特别引用新册内容，指出中国对台湾无合理的打压，而且不是因为蔡英文做总统，赖清德要选总统才开始的。因为郭文哲之前有办演唱会，郭台铭有回拿界祝福，加上和双人互动真密切的中华关机关谢典林提出国民党，敢是代表讲这2个人有合作的空间呢？郭文哲刚才表示讲，爱维持冷静的头脑。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受邀请，以我的人生观做题，向高雄报告业演讲。惊郭文哲身份伤过敏感，主办单位无全程公开。不过郭文哲爱面对更加敏感的问题，爱冷静处理。冷静就好，看淡，维持冷静的头脑。日前郭文哲办演唱会，妨碍创办人郭台铭送花篮，顶面写一群人行较远。退出国民党的中华县议长谢点林，下面两人互动密切，还讲是对相度。结果合作敢有留后壁路？大老板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只有 cost effective 不合的时候，他才会放弃。cost effective 合的时候，都很积极在做。未来赖总统来为我们分享副总统赖清德和立法院长游锡堃等人出席林一鸣医生新册发表。致辞的时候特别引用新册内容，表示目前台海情势紧张的问题，不是台湾，是对岸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对台湾无合理的打压，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这是古宁头战役、823炮战，中国要摕台湾已经是几十年了，不是民进党执政，嘛不是蔡英文总统做总统，嘛不是赖清德要竞选总统才开始。赖清德嘛讲，在野党想要掩倒民进党，尊重国家人民的意见。不过民进党落台了，爱思考是倒一个政党团队来执政。赖清德要诉求民众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当日日本访问，有去拜访自民党政要，唔那见到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佮拜会自民党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背出是要增加其竞选的优势。暗时侯友宜佮参加交演，伫现场有上百名家包来介支持。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初伫自民党总部出现，率来伫副总统办公室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行关门会议。暗过伫公开行程，侯友宜还佫见到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亲手甲英国飞亚送予自民党政调会长德生田光一，佫强调임理是为日本来，要扭紧双边关系。德生田光一是讲，台日双方关系正密友好，会持续提升台日关系。引き続き経済や民間交流を中心とする幅広い分野において日台間の協力と交流がさらに深まっていくよう日台関係を後押し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这一次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来到自民党，最主要是希望台海能够安定，台湾安全，日本安心，我们都能够让台日关系更加的紧密在一起。侯友宜是头一个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踏入伫政经中心的自民党总部。顶一届郭文哲会见麻生太郎是伫众议院见完日本政要，侯友宜赶去交演，现场有上百支持者到现场听伊大声话当选。他是师生谨记，有领为不让，绝志果断的精神。我要呼吁大家，明年1月13号。勇于回国投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减轻营造业欠工的压力，内政部今仔开放这营造业移工申请，而且是带条件开放，以营造业者工程契约包的工程范围做一个限制。头一批要开放8000个。受到小组法定的因素影响，国内营建业欠工严重。为了减慢这种压力，佮兼顾本国劳工的工作权，内政部设立开放受理营造业移工的申请，以营造业者承担工程契约的工程费限，会当申请的人，包括含综合营造业、专业营造业、甲土木包工业符合3年来，平均当年承担工程达到法定资本业10倍。申请的时，伫承担工程中，佮评估一定人数的本国劳工。提供资料，这些都很严重，那才会想要去开放。是疫情有关系。第二个是，实际上台湾这边现在也的确是缺工情形啊，因为现在除了零件缺工，其他也缺工啊。另外，承担业者的认定以申请动机会前3年为限。移工的协会人数依照雇主所属共一个劳工保险政府参加劳保的平均人数来计算。头一波8000个名额有高大约1900间营造业者受益。官方会看申请情况，增加到15000个名额。营造业者是希望多开放名额。确实缺工很厉害，所以我们公司也有申请了，当初太大了，而且
对3月1到月来讲帮助最大。我们这一期的那个减班休息的这个情况，它家数是增加的，但是人数是减少的，大概就是说有大的事业单位停止实施了。根据劳动部的最新统计，国内目前有1万多人实施无薪假，其中8,000多人集中伫制造业。不过进前，一间连台大厂有我700名员工实施无薪假，这个月开始已经停止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承德科学园区正做台湾头一个使用电动巴士科学园区，今年8月佫开始咧引进2台，目前上届新型而且是大型的电动巴士，要伫咧这个承德科学园区，还有高铁站甚至是德南园区之间提供接送服务。科技的外观加上车内精密的电子设备，这台就是准备提供予来回承德科学园区、参高铁站以及德南园区的电动巴士。透过电子后视镜，我们可以看到更广的这个区域。第二个，在下雨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后视镜的位置是用摄像头，所以也可以提供这个驾驶这个比较避免比较没有受天气的影响。驶在大路顶唔那安静，而且上重要的是未造成空气污染。包括有路线偏移的警示系统、前方追撞系统、环警系统、内轮差警示系统等等的。我想，我们这是除了响应净零方案以外，也提供园区同仁更好的乘车的空间。园区管理局指出，园区巡回巴士虽然在疫情时期载客量有下降，疫情转好了后，载客量愈来愈多。园区管理局相信，真紧会恢复到疫情进前一年70万人次的载客量。新型电动巴士未来会提供大家更加舒适的空间。电动车的越来越蓬勃，这一块产业链上相对的产业呢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也很感谢政府愿意在这个题目上面呢先做示范。管理局鼓励大家加来坐电动公车，除了会当改善园区塞车的问题，会当降低空气污染，以减利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宜兰有一个查甫人呢，伊用胶片甲大溪劳动运动公园内面的这金头啊水鸭，这个民众竟然讲只是好耍尔尔。即马县府的农业处也讲，这个民众已经违反着野生动物保护法，上济会当罚到30万。下去捡起来，啊！关关受气的爱查甫人捡倒伫湖边，已经强要无开的头鸭，原因是这个查甫人用胶片射击，造成头鸭死亡。关关看到真受气。那现在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少，以前也有天鹅，还有鹅、鸭子，可是现在每天我在那边看，好像数量会越来越少。劳动运动公园内的风明湖生态丰富，有绿头鸭、鹅、龟甲五怪鱼等生物生态。议员批评民众用胶片射击绿头鸭，根本就是垃圾行为。若无组织管理，湖内的鸭、鹅等生物已经愈来愈少，更加呼吁大家，若看到类似行为，同齐来阻止，守护美好环境。唔好，安怎讲？我感觉安尼伤害伊嘛会疼，你家己嘛无好。另外，方射击的绿头鸭管理单位接到通报，随前方处理，将鸭送往东势部防救所，不过已经明显死亡。如果针对一般的野生动物的话，它猎捕的话会违反到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9条，它可能会有6到30万的罚款。县政府讲，绿头鸭虽然不是保育类动物，也不过查某人行为，若查证属实，涉及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罚6至30万罚款。管理公园的体育场表示，会加强公园巡逻，未来也唔望会当建立科技执法来防范类似行为。记者综合报道。野生动物果子肉常常出现伫咧大都市内面，这台大和台师大教授组成团队，因研究了发现讲，这果子肉直接受伤死亡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受到狗仔攻击。为感受画面，会当看到果子肉伫天棚夹层软来软去，也是伫校园建筑物中。这种野生动物真会晓伫有人类的环境中生存，所以伫高区山顶，也是伫都市绿带，拢真看的。不过有研究团队发现，无论是小只肉也是大只肉，狗仔攻击拢是造成受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野生动物就是从浅山跟城市来取去的，结果没想到说，哎，我们城市里面的生态环境其实就可以维持。在城市里面的白鼻星最大的一个攻击的威胁就是来自犬只，然后第二大的是道路的车祸。即使是成年的白鼻星，它被犬只攻击，在所有的案例之中，仍然有40%。研究团队跟阿为台中市来抓算，至少有45个州，位伫4个为有90%建筑的人口密集区。也毋过，无论是伫都市，也是伫郊区，当因甲热数的猫仔狗仔的活动范围相踏了后，生存条件就较会受到威胁。其实全世界的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其实在近10年都看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在国外其实也有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说，有很多野生动物进到市区了。第一个是它熟悉的环境，二来是说放出去新放的个体，有时候其实的确会造成新的个体需要适应甚至会有一些竞争的状况发生。相关研究会登上国际期刊，研究团队呼吁各界重视热数的猫仔狗仔的管理，也爱促进都市那热带的生态功能，才会当为野生动物打造更加友善的生存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博物馆最近开始有8场做花美小吹自然上好的台语夏令营，来参加的这些学生囡仔呢，拢会变作是生态学家去观察生物，认识台湾的生物多样性，更加爱护台湾这片土地。囡仔抢要回答，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做花美小吹自然的上好的台语夏令营。老师讲，这摆主题是了解生物的多元性，希望囡仔用台语来认识这寡生物，也希望让囡仔知影台湾的生物是偌珍贵。透过20张的迄个生物的图卡佫包括讲，互囡仔去了解讲生物的伊的特性。佫有伊咱头拄有看到迄个生存的环境，也佫有伊的迄个生物的行为，安尼规个拢是用100%的迄个台语来教学，希望讲囡仔会当上课以后会当来保护遮的生物，为伊的生活内底做起。学生对这摆学习的内容也感觉真深刻，甚至用学到的词，唔干那做句尔，有的佫会晓讲一段故事。你上介意倒一个动物？哪里的咧？草坡顶悬有一个空入去住着。我有看过一寡影片啊，以后伊就是哪里的空去互怪兽甲破坏去，结果哪里就去乌掉啊。囡仔倒一个部分你感觉上趣味？咱足趣味的。迄段时期，各地拢有营队用母语来认识台湾的生物，对囡仔来讲，若算若学，增加台语的能力，也通更较熟悉这片土地。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民谣经典作品《望春风》到今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最近，台湾历史博物馆以《望春风》做主题来办特展，甲不同版本的即呈现出来，互大家来听，要互大家来了解到这条经典歌谣历史。因老歌手孙顺文下甲记录下的相片，结合现代 AI 技术，重现一代歌王歌后演奏《望春风》过去唱歌迷人的形影，互人听甲耳仔拍拍真少年。台湾经典民谣《望春风》对1933年传唱到今90档，随着时代演变，有真侪人改编甲演唱过。这届台湾历史博物馆以《望春风》做主题，俾互民众会使听到台湾历史老名的这首歌。强烈的印象是，每次从美国要搭飞机回来的时候，一上某家航空公司，就听到那个伴奏的音乐。原本只是一条足旧的歌，也毋过会使有足侪无共款的风格，足特别的。由音乐人陈武贤甲李林秋创作的《望春风》，
歌词写着男女感情甲世间的毋望，家家户户拢听过卖晓唱，所以互可测是地下国歌。在南中除了电视当年创作的手稿，甚至收集80张望春风录音的版本，去检测互动装置。官方表示，这首歌代表着近代台湾结合文化史。用一首歌的不同的时期的变化来看，一首歌在不同时期，它配合它的流行音乐的改变，还有时代需求的改变，究竟有哪些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一首歌去看到台湾社会的一个变化。这个在南到11月12日，民众会使用听甲感受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变化，甲观察无共翻唱版本的意境变化。官方讲，毋忘这首优雅的经典民谣，会使世世代代流传落去。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6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